等等，脚要先下来，你要从这里跌下来。你走捷径吗？是不是？还不是自己要爬好了，可以了。千万不要抖那个绳子，妹妹会站不稳。没关系，你好棒。往上抓，对啊，往上抓，往上抓，爸，你告诉他，这里，对他可以沿着这个绳子爬上去。看我。哎，对，好棒，好棒，哦，好棒，抓到这里，一只手抓这里，一只手抓这里。公公先看妹妹。对，哥哥好棒。玉玉，你跟姐姐一样从里面爬。玉玉，里面比较小啦，那个比较好爬。对，你再荡秋千，荡来荡去。哦，好棒哦，好棒！往那边，哦，好棒！好，可以到里面，玉玉跟哥哥到里面去爬去，那边，看。去爬哪边？好。抓紧哦，放手哦，知道吗？抓紧，对，然后上去啦。是，好棒。阿妈，要快到了，我听到绳子。不是啦。你不要一直爬过来这里嘛，我看不到你了啦。